個情況就係由右邊肺轉移到左邊肺啦，個肺花晒嗰種情況。個腫瘤冇再變大，佢可以叫做穩定偏好。但係食完之後咧，咁個腸胃方面就比之前好咗，就唔會咁容易腹瀉啦，胃口相對就好咗，同埋個精神上會好啲啦。而家嘅狀況同4個月之前比，咁而家嘅狀況係比之前好嘅，咳同氣喘呢方面咁舒緩咗嘅，氣促啊、胸悶嘅情況會冇咁嚴重啦。治療之後咧，咁我嘅胃口會比較差啲啦，即係會容易比較作嘔，就冇乜胃口進食咁啦。但係食完結組靈之後咧，咁胃口會好啲。當時咁可能接受治療，咁身體情況會比較反覆啦。Facebook 就接觸你呢隻產品啦，就睇到上邊嘅成分對我嘅治療係有幫助嘅。咁我都係抱住試一試嘅心態去參加呢個計劃。當然出嚟個效果係非常滿意嘅，即係意外地好啦，所有情況都係。1個月時間左右啦，感覺上好咗嘅，唔會話好似之前咁做完治療就覺得作嘔唔想食嘢。咁同埋因為會腹瀉㗎嘛，因為我做免疫治療，咁個腹瀉情況就好明顯，因為之前都要食一啲止瀉嘅藥物啦，咁而家就唔需要再服用呢個止瀉藥物㗎啦。其實我屋企人見到我食呢個產品之後，個氣息係相對好咗嘅，精神啲啦。可以嘅話，我都希望繼續可以服用呢種產品啦，因為其實喺接受治療嘅康復時間咧，都幾大幫助嘅，因為佢可以減輕咗我個副作用先啦，同埋令到我個精神會係好咗嘅，即係明顯地轉好咗嘅。